被狗緊咬不放時，千萬唔好夾硬抽扯或者尖叫，呢樣嘢會令傷口撕裂得更加嚴重。最有效同相對安全嘅方法有以下幾個：第一，遮住狗嘅眼睛，用衣服、外套、帽子或者毛巾即刻蓋住狗嘅頭部。當佢突然睇唔到，多數會因為失去方向感而下意識鬆口。第二，抬起後腿，即係瞬間失重法，從後方迅速提起狗嘅雙後腿往上拉，再向後退，好似推獨輪車一樣，令前腳着地，後腳懸空，破壞重心同施力平衡，通常會令佢鬆開嘴。第三，如果有水，可以直接把成桶水往狗頭上潑，或者用強烈氣味噴向背部。注意，勒頸窒息法係極端情況下先考慮，用牽繩或者衣物繞個脖子往上提，阻斷呼吸幾秒鐘，令佢本能張嘴呼吸。但呢個方法風險好高，可能令狗反咬，甚至造成嚴重傷害，只可作為最後手段，而且要非常小心，絕對避免錯誤動作，切勿揮拳打狗嘅鼻子，或者強力扯開嘴巴，咁樣反而會刺激佢咬得更緊。脫困之後，務必即刻求醫清洗傷口，同埋報警同通知漁護處。記住，保護自己同他人安全最重要，預防永遠好過事後處理。